一杯茶可以回到从前，一段情可以走过20年。今天我不是客人，是带着回忆回家的孩子。如今在茶香里再次来相聚，才明白传承不在技术，而是人与人的温度。好茶不只是味道，是一种记忆的延续。谢谢您这杯好茶，让我们在20年后还能为一说。慢慢喝茶，慢慢说人生。一杯茶可以回到从前，一段情可以走过20年。今天我不是客人，是带着回忆回家的孩子。如今在茶香里再次来相聚，才明白传承不在技术，而是人与人的温度。好茶不只是味道，是一种记忆的延续。谢谢你这杯好茶，让我们在20年后还能为一说。慢慢喝茶，慢慢说人生。好茶不只是味道，是一种记忆的延续。谢谢你这杯好茶，让我们在20年后还能为一说。慢慢喝茶，慢慢说人生。好茶好茶说人生。